韩老师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其实从今天一开始，我内心就有些许的忐忑。有一句话我必须跟你先讲一下，知会一声。今天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少女勇士的代表。哦，好啊。我刚好还有2位勇士姐妹，也要前来挑战恶龙。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曾经跟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前队友，我有必要跟他们一起共进退。所以今天我也要挑战恶龙。走吧，走吧，去了你就不要回来了。再见了，韩老师，今天我将要远航。哎呀，来，我们一起鼓掌，给你远航送行。行，韩老师，那我们一会儿再见。一会儿再见，来见先生，来，耶！哇，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啊！刚才在我这儿，活泼可爱、甜美的小七赖美云，转瞬之间出现在我们的主舞台上。哇，就是伙伴去冒险，勇士们请登陆！现在大家看到，这是一笑倾城可爱的发射器，勇士少女小七甜美云。啊，它太甜美了，所以我说它叫甜美云，实际上它名字叫赖美云，记住那赖美云。永不停歇的全能体力怪物勇士亚米，哇，直击心灵的灵魂歌姬勇士段奥娟。看到你们，我好像想起了某个夏天。是2018年的那个夏天吗？可能吧，我活了太久太久了。你投给了谁？你是谁的创始人？严肃点，你们现在谁先来？按职位。按年纪。那就中间的吗？好吧，我先来。加油！勇士亚米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看到现在首先出阵的，这是永不停歇的体力怪物美少女亚米。她现在呢在第一关一舞千年。亚米亚米亚米呀，出去看一下亚米，因为我觉得亚米一定会上来。动作非常的轻盈，同时呢可以看到还非常的沉稳。接下来到第2关叫3连登陆。哦，迈开大步，充分发挥你身高腿长的优势。他呢和小七的关系非常好，而且还是一个厨房里的烹饪高手，希望他的食材塞满冰箱。他的身材比例非常好，而且呢他的歌舞风格也是非常的酷炫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他呢来到了前方有雷。亚米老师千万不要紧张，不要慌，对，好机会！哇，这怪力少女啊！哎呀，真的是有雷呀！永不停息的体力怪物冲压队队长出师不利，大家看一下重放慢动作。涉险过关，但是没想到过了以后就出现失误，这是有点太急于求成了。在刚才在跨第2个雷的时候呢，可能在他节奏上被打乱。
我不甘心，我要再来一次。 Yo, what's up, Yummy？ 虽然你有点大意，但是我还是要把我的 respect 发你。但是这张快递单没办法发你了，期待下一位勇士 ，Let's go。娟娟加油，你压轴。下一位勇士是一个就是应该压力不是很大的一位选手。还会在夏天水上游乐园，如果会在秋天相拥离别，那么。开玩笑，队长啊，跟最后的一幕，走起！太棒了，按下一钮，按下一钮，下一秒。哇，小青！你有什么想法吗？这次冲关？其实我还是很紧张的，虽然就是拿到一辆电动车，但是呢，这一次就是如果能拿，当然是最好的。出发吧！勇士赖美云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看看这位风格甜美、声线反差极大的人间甜妹，今天表现如何？她具有丰富的闯关经验，疑似曾经骑走了当时的奖品一辆电动摩托，上了以后过得非常的稳健，见过稳的，没见过这么稳的。第一关对小七来说简直就是 easy， 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接下来来到了3连登陆。 不慌。好，现在小七赖美云呢，招招落地都是采取跪地落式法，看来她也是经过认真总结，而且我们介绍今天对她来讲可以谓是3朝元老了。稳坐。一次冲顶成功，一次当然出现失误，那今天第3次没有任何问题。 好，漂亮，这个节奏掌握的非常好，不愧是老将，经验相当之丰富。好的，在旁边看的这个姐妹花的段奥娟呢，也是发自内心非常钦佩。现在是无限循环，小七赖美云并不着急。 小七赖美云，娇小玲珑啊，身材婀娜，哇！可以看到她呢，这个娇小的身材在此刻是发挥了其巨大的优势。现在需要赶紧掌握好重心，哎，好，她并不着急，哎呀，真是出中有戏，好的成功哦，漂亮！ 我还没有想好，就是开放麦说什么，也没什么才艺，那就麻烦大家多多关注一下，我们3个人的 B 站账号：赖美云、亚米1郭颖，段奥娟，你搜段奥娟肯定能搜到她啊，注意不要关注到高仿号了啊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小七赖美云在发表了自己第一番感言之后，继续向高台进发。 哦，现在来到的是小七，也许对他最具挑战性的一个环节——此路烫脚。踏过一个个圆圈，不要着急，稳住节奏。好的，哇，这种握环方法我们看到是相当的稳健。好，稳住重心。好的，漂亮。接下来是爱的魔力转圈圈。 好的，上去哇，还很轻松。来，摆个 pose， 琼楼玉女，来嫦娥奔月，哦吼，太漂亮了！不愧是3朝元老，心理素质极佳，关键时刻头脑清醒。小七赖美云具有超强的爆发力。来看看她现在呢，要征服圆珠骑士，掌握其规律。好的，又开始抖动起来。 猪也有累的时候，好的，抓住机会上去，好，稳住。
哇，猪又开始要跳舞了，小七要注意。好，过去了，漂亮！哎呦，稳住，好的，太棒了，你就是最棒的饲养员。好，接下来来到了求求你了，大家看到在面前这么多球，而且颜色各不同，有些小雨，球面狡滑情况下如何克服？小七在高度思考。好，一个两个，哎呀，哎呀！差一点都已经到这里了。突然不幸落水了，哎呀，可谓是最后功亏一篑呀！这个环节确实，由于小七出场的时候呢，是在雨后来进行比赛，所以整个球的表面比较滑，有些水珠，也增添了这项障碍探的难度。我还想去上面等你呢。等一下，睫毛是不是掉了呀？没掉。我不服，我要再来一次。可以再来。比我想象中的，简单，也不能说是简单，就是其实我觉得靠女孩的那个，就是用一些巧劲是可以通关的，输在硬件设施比较不足。小七实在太可惜了。小七，我愿称你为智慧女神。她在过每一关的时候，就是智慧和力量并存，又有技术，而且当在某些地方她身高不足的情况下，她用一个非常灵巧的方法过了那个关卡。本来她可以成为哔哩哔哩向前冲主持天坛当中第一个获得冰箱的人，现在拿不到了，可惜。就这点本事，看在那个夏天的份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吧。来者段奥娟，小段。回忆常常划过天际，我想亲手触摸吻过腰的每一刻，留下的虚头的脚印，是不是知道？勇士段奥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现在冲压少女组的第3位队员勇士段奥娟已经登场了。我们看到，在她进行比赛之时呢，刚刚落水的小七赖美云正在从评委席前走过，哈哈，带着一脸的水珠。好，看看段奥娟呢，以前她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运动经历。但据说最近开始健身了，所以今天也许会带给人们完全不同的这种表现。在 B 站上，他有一段清唱一鸣惊人，吸引了众多的人关注，收获了大批粉丝。可以看到今天呢，这位长胳膊长腿的段奥娟姑娘，应该说开场表现不错，节奏很快。在这个前方有雷当中呢，看来段奥娟也是排雷高手，没有问题。稳住，再回来，哎呀！稳住，再回来，哎呀！我这乌鸦嘴啊，刚刚说完他是排雷高手，没想到他就在2雷之间来回跳跃，他不知道选择谁。这时候对于人来讲，脚踩2他要翻，脚踩2雷，他同样要翻呐。很遗憾。冲压少女3人组全军覆没，深表歉意。我那么优雅，一直很优雅。